Ladigo 門市唔止買嘢咁簡單，仲可以即場試用同埋上手摸下。入門就會見到汽車安全座椅展示區，多款汽車座椅任你睇，可以上手感受一下邊款最舒服。旁邊係 Pioneer 清涼墊展示 ，Airlock 4智能涼感墊 ，Oreo、Lollipop、Donut 三款齊全，夏天必備。專有仲有展示超人氣 Snuggle 月亮盤，大細款都有，可以睇到初生浴盤同埋幼兒浴盤嘅分別，仲有配件都可以一齊睇埋。中間呢度展示 Philips Evan、GB 等多款唔同牌子嘅 BB 車，如果有帶 BB， 歡迎坐上去感受一下舒適度。另外呢邊係消毒機系列，有 U-Pen、Pioneer 兩大韓國 UV 消毒機，同樣都係有專人幫你講解比較功能。奶泵展示區有 Eufy、Yoha 等品牌 ，Eufy S1 Pro 溫熱功能 ，Yoha 穿戴式設計。我哋門市而家暫時只係提供 Eufy 試用服務，有興趣嘅話可以即場喺我哋嘅試奶泵室試用，夠私隱夠體貼。最重要係我哋有孭帶試用服務，想試孭帶可以親身着上身或者專人幫手穿戴。Angel、Ergo Baby 等多款孭帶任你試，感受舒適度，試下邊款最啱你同 BB。Ladigo 門市係媽媽們試用比較價錢嘅好地方，想體驗 BB 用品就嚟 Ladigo 門市啦。